歡迎各位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日呢一集啦，係2025年9月16號嘅每日英國新聞提要。新聞提要咧，主要係總結翻啦今日咧我所報道過嘅新聞。如果想睇翻咧每段新聞嘅詳細內容咧，可以去翻我嘅 channel 度睇翻咧相關新聞嘅片段。不過請大家留意翻咧，我嘅 channel 入邊嘅每日即時新聞啦，係用 AI 發聲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影片嘅話啦，就歡迎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首先呢，我哋睇睇天空新聞嘅報道。咁呢單新聞啊，都一路咧都喺英國都幾轟動噶啦。咁有一名出身貴族嘅38歲女子啦，康斯坦斯馬頓啦，同埋佢嘅51歲伴侶啦，馬克哥頓啊，因為就喺逃亡期間咧，殺死咗佢哋初生女維多利亞。咁啊，最後咧就誤殺罪成，各自咧被判14年監嘅。咁究竟點解佢哋要逃亡呢？就因為啦，佢哋咧其實本身咧已經有4個小朋友噶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嗰個條件太差啦，佢哋照顧得啲小朋友又非常之唔好啦，咁所以咧法院早前就裁定啦，佢哋啲小朋友咧就唔可以留喺佢哋身邊，全部都要咧被送去寄養啦，亦都要有社工監管。到佢哋第5個小朋友，即係今次嘅死者維多利亞出咗世之後咧，佢哋為咗唔想再俾社工帶走個小朋友啦，佢哋就選擇咗逃亡。最終咧就導致一場悲劇。喺2023年嘅3月1號啦，警方喺白禮頓嘅一個菜園角落啦，就揾到維多利亞嘅屍體，仲係裝咗落一個購物袋入邊啦，袋入邊仲伴隨住其他垃圾嘅。咁呢件案件啦，就引起全國關注啦。警方展開咗長達54日嘅全國追捕行動啊，終於將阿馬頓啦同埋哥頓啦2個人咧拘捕歸案嘅。檢控方面嘅案情指出啦，維多利亞出世之後咧，着住嘅只係一件嬰兒嘅連身裙。咁因為當時咧就係冬天啦，咁英國嘅冬天咧都好凍嘅。咁阿馬頓咧就淨係抱住個 BB 啦，就包喺件外套入邊，2個一齊淋濕咗。咁佢哋推測啦，個 BB 啦維多利亞啦，可能因為太凍而失溫，或者係同媽咪瞓覺嘅時候啦，意外窒息咧係令到佢死亡嘅。法官判刑嘅時候啦，就狠狠咁樣斥責啊，話2人嘅行為係可恥嘅，又話佢哋啦係冇諗過小朋友嘅安全同埋幸福啦，淨諗自己。又話啦，雖然啊2名被告啦對嬰兒嘅死咧就聲稱係覺得難過，但係就一直推卸責任，冇真正嘅悔意。康斯坦斯馬頓啦，就出身自一個富裕嘅貴族家庭，咁所以咧佢可以喺逃亡嘅時候咧，仲動用咗家族嘅信託基金嘅錢咧，周圍坐的士逃亡。不過呢啲咁嘅自私行為啦，法官就話啦，咁樣就反而令到自己嘅親生女咧係更加快係結束咗佢嘅生命嘅。至於 BB 嘅爸爸啦，馬克哥頓啦，佢過去犯罪嘅歷史咧喺審訊期間被揭發出嚟。佢早喺80年代咧，原來佢喺美國佛羅里達啦，曾經持刀禁錮同埋強姦一名女子嘅，咁坐咗22年監先出翻嚟。去到2017年啦，又因為襲擊啦2個警員而被定罪。判刑之後啦，負責調查嘅倫敦警務處探長啦，祖安娜約基咧就表示啦，雖然咧今次嘅判刑唔能夠令維多利亞翻生，咁但係至少可以為佢討回一個公道。跟住我哋啦就睇睇獨立報嘅報道啦，有關於咧喺曼徹斯特嘅摩西咧發生嘅一單致命兇案嘅。一名15歲嘅男仔咧，就喺曼徹斯特嘅摩西入邊啦，喺個街頭度俾人用刀吉死咗。咁由於個兇徒仍然在逃啦，曼徹斯特警方咧正係展開大搜捕嘅。案件就發生喺星期一晏晝啦，地點就係Morton Street。咁當時咧，警方就接報話有幾個人啦喺度搞掂啲乜嘢，有啲騷亂咁樣。咁之後咧就發現咧有一名少年咧身中刀傷。佢係4點半左右被發現嘅，咁當場急救之後咧，再送去醫院接受搶救，咁可惜啦，最後仍然係傷重不治嘅。但係曼徹斯特警方就表示啦，依家咧已經係展開謀殺案嘅調查噶啦，而兇徒仍然在逃啦，咁所以咧警方咧就引用咗第60條權力喺當區咧就實施到星期2嘅晏晝5點20分。咁呢個權力咧係容許啦警員啦可以隨時喺街頭啦截停啲人同埋搜佢哋身嘅。
曼徹斯特市警區總警司大衛米尼啦就表示啦，呢件事件係令人髮指啦，亦都向死者嘅家人同朋友致深切嘅慰問，亦都強調話會有專門訓練過嘅警員啦，去情緒支援佢哋，幫助佢哋咧度過呢一段艱難嘅時間㗎。咁佢又話啦，警方咧會繼續喺現場附近巡邏，調查個事件前因後果。咁相信咧未來幾日咧喺個區入邊啊會見到有更加多嘅警員出現嘅。咁警方就承諾啦，佢哋會盡最大嘅努力啊，去為死者嘅家人咧帶嚟公義嘅。另外啦，警方亦都呼籲啦，如果有市民咧係對呢單案件啦有任何資料嘅、有任何線索嘅，或者目擊過嗰啲嘅情況係點樣嘅，應該即刻同警方聯絡。咁佢又提醒佢哋啦，如果係真係遇到有啲可疑人物或者同一啲案件有關嘅情況咧，就唔好自己單獨行動啦，因為咁樣係好危險嘅。至於當地嘅社區領袖咧，亦都呼籲啦，就大家要團結一齊啦，支持死者家人，同時咧要同警方合作，希望咧透過社區嘅團結啦，減少暴力事件再次發生。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獨立報嘅報導，跟進翻工黨嘅文德森勳爵啦，佢嘅醜聞嘅。我哋首先簡單咁講一講啦，文德森嗰個嘅醜聞究竟係乜嘢啦？事緣啦就係文德森啦，就同一個臭名遠播啦，犯咗一啲嘅戀童性罪行嘅金融家啦，愛潑斯坦咧有深厚嘅交情啦。而喺被揭發嘅電郵入邊咧，亦都顯示咗啦，文德森啦當年咧係明知道啦，愛潑斯坦咧係牽涉啲性罪行，但係亦都喺電郵入邊支持佢啦，甚至乎要叫佢咧爭取保釋啊，或者係話對佢有好高評價咁樣嘅。呢啲電郵一曝光之後啦，首相施紀賢咧就即刻炒咗文德森，咁但係咧風波並冇平息，反而咧仲更加多嘅醜聞咧就流咗出嚟嘅。其中咧就包括軍情六處啦，就講話佢咧係冇通過嗰個嘅國安審查啦，因為佢同愛潑斯坦嗰個交情係一樣嘅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同中國咧嗰個有好深厚或者好密切嘅商業來往，一啲嘅商業關係，咁所以就冇通過嗰個嘅審查嘅。咁英國下議院啦，早前咧就住咧呢一件醜聞啦，開咗個3個鐘嘅緊急辯論。外交大臣顧以偉咧，更加係喺辯論入邊承認啦，文德森咧係任命咗做英國駐美大使之後咧，先至展開正式嘅國家安全審查。佢之前咧有做嗰個嘅盡職調查，係由內閣辦公室嘅品格同操守小組啦去做嘅。咁但係嗰個咧就唔關呢啲安全審查事嘅。咁當然啦，佢咁樣講嘅就會俾人群起而攻之啦。咁就問佢啦，質問佢，喂，係咪有人喺個過程入邊咧忽視咗安全隱憂啊？顧以偉咧就避而不答，就話啦，根據慣例咧，佢唔會咧評論個別嘅國安審查個案嘅。保守黨嘅黨魁帕丹拿咧就要求政府向愛潑斯坦嘅受害人道歉啦，同埋公開咧所有關啦文德森同埋愛潑斯坦嘅檔案。而資深嘅保守黨議員咧，戴德偉爵士咧亦都鬧話文德森同愛潑斯坦嘅關係其實咧一再公開嘅秘密嚟㗎啦。點解施紀賢咧之前咧仲要喺國會質詢嘅時候咧幫佢辯護咧？甚至乎咧工黨自己內部啦都有啲唔滿意嘅聲音嘅。咁工黨議員白貢啦就表示咧，有啲黨友例如咧好資深嘅工黨議員啦艾德亞啦，佢就因為反對咧削減福利嗰個嘅議案啦，而被咧褫奪咗咧工黨嘅黨籍，咁變咗係一個暫時係一個獨立議員嘅身份啦。咁但係咧文德森咧喺已經爆出咗呢個醜聞之後到依家咧仲依然係上議院嘅工黨議員，咁樣係雙重標準，做法係唔公平嘅。除咗顧以偉之外啦，政府方面咧都有外交部嘅副部長啦杜敬亭咧辯護啦，就強調咧施紀賢咧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因為最新嗰個電郵資料啦，就顯示咧文德森嗰個行為咧係同政府對愛潑斯坦罪行受害人嘅立場完全唔同，咁所以咧根本咧就文德森係唔適合再繼續留任駐美大使呢個位噶啦。咁事件咧亦都引起國際關注啦，美國科技龍頭啦馬斯克就加咗把口去抽水啦，喺社交平台咧就轉發施紀賢以前嘅一啲舊文，叫當時嘅首相約翰遜咧辭職，咁暗示咧佢施紀賢咧其實而家自己都要問責落台噶。隨住咧今次嘅醜聞越演越烈，
咁相信咧，施紀賢啦，同埋佢嘅政府咧所受到嘅壓力咧，都會越嚟越大噶啦。今日啦就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睇或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